亲时代好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华视台语新闻杂志》。2018年，台湾的总生育率是1.06，新生儿只有181601个，出生的人数阁来创下着8年来的上低。抢救少子化危机，行政院推出未少好康的政策，但是哪像无应效，台湾的妇女也是无想要生，有的是唔甘生。今仔日节目一开始，职业妇女的心声。真侪有咧上班做功课的妈妈，伫咧公司甲家庭之间走总，袂输是干劳力，一直等一直洗，身心拢真紧张、真疲劳。人力银行的统计，有59%的职业妇女妈妈认为家己伫咧一年当中，无甲一天是真正的休困日。讲像这款的过劳妈妈，全台湾有超过160万人。采访小组进一步追踪，也有单亲妈妈，因为囡仔无人照顾，只好是面皮结交交，恳求头家，互伊带3岁囡仔来上班。嘛，伫个职业场所形成一幕特殊佮心酸的场景。妈妈的委屈，职业妇女的无奈，咱做伙来看。我自认为我是女儿宝，努力去找出她可以用的、她可以做的事情。我儿子是我最重要的，我是一直在很努力的。托盘要放在哪里，然后到时候之后要站在哪里，到时候要继续蕊。光哥，那个，我现在把网址给你，你等我一下。节目开始进前就真无用，甲主持人对卡本、甲导播较认灯光、音乐，来个顾着直播的内容，才会当吸引网友。摕着第2梯4个月大的巴肚，第一点眼皮，甲办公室出出就进，伊是网络直播平台制作人，今年33岁的苏文佳。他就会一直在镜头上面咯，你看到画面不要出镜就好。直播就要开始啊！开播了后，苏文佳伊嘛无通赢，若是爱兼任场库，搁爱做小编甲网友互动，一直到节目稳定进行，这时阵才松一口气，面上总算露出笑容。工作做会阁复杂，若是爱确定来宾，搁爱写直播客话，每届录影，就爱对11点播到下晡1点，直播结束，才会当坐落来休息用餐。先兼职业妇女甲妈妈两个角色，下班了后搁有第2个战场。暗时6点一到，赶紧甲工作收尾，拍卡下班，甲时间走相约。因为上下班尖峰时间，对公司骑车到尼母因兜，至少都要40分钟。这雨也太大了吧？那怎么办？就不能骑车，只能搭车啊，不然太晚接小孩了。采访这天大好落大雨，苏文佳对急的情绪拢写伫面上的，就惊塞车啊过去改变计划，车不爱骑，赶紧坐计程车，争取时间一路赶往尼母因兜。计程车出入伫个车阵内，车有够多，一路摊一停单红灯咧，伊心就愈急。虽然6点准时下班，但是每天赶到尼母因兜已经是7点外，搁较莫讲拄着落雨天这种突发的状况，同时间镜头转到另外一边。拜拜，拜拜。是我爸爸还是你爸爸？我。家长陆续接走其他的小朋友，苏文佳特别4岁大查囝杨苗，伊本来嘛笑眯眯，但是看另外一个囡仔伴阿嬷嘛来啊，伊一直看门外，爸爸妈妈咧，那也未来。7点12分了，今天更晚了嘛？对。伊一面敷巴肚，一面赶紧爬去楼顶。暗时7点20分，伊总算接对宝贝查囝，但是果然也是最后一个。那你今天有没有乖乖？有乖乖。那有没有想我？有。小心不要踩到水哦，进来一点，好棒。啊，我还没有挂雨伞呢。上班劳心劳力，下班啊爱搁继续无闲，这是这场妈妈每天的日常。我们就是吃完饭，可能回到家可能都要到8点了，然后就让他看一下他喜欢看的卡通，然后我顺便去做整理。所以其实我们跟他相处大概只有2个半小时，就让他睡觉了。那你小弟先去做这个。好，转。亲像显君同款，伫外面奔波规工的，倒来厝了后，就算搁爱做家务、陪囡仔耍，
读故事册，但是早囝的笑声就是上好的调解剂，因为若是换做以前咧，这时间苏文家恐惊也咧工作咧。妈妈，可以带我去游乐园玩吗？可以啊，我想再去一次游乐园玩。就是还没有换工作之前，真的很难3个人一起出去玩。然后换工作之后，就是至少每个礼拜6，一个星期就那么1天可以一起出去玩。如何兼顾家庭甲工作，找袂到出口，是真侪这场妈妈真实写照。苏文家做过几啊档电视台社会线记者，婚后生囡仔了后，所发现要找到平衡点，真正真难。加上24小时台面无暝无日的记者工作，想要搁再生一个囡仔，现实面却是困难重重。其实小夜班要值7天，那某一天我下班回家的时候，就发现说，我要跟我女儿说，妈咪回来了，抱抱好不好？她那个时候就转头去抱我老公。那对一个才刚回到职场的一个新手妈妈，我整个就玻璃心碎，我就跟我老公大喊说，我要离职，我没有办法接受我是他妈妈，可是他跟我不亲。早囝的真实反应，让伊决定一定要转职。对电视台到新媒体，再搁到一般的企业，放弃梦想，换来平衡，嘛顺利有第2梯，就要正做2个宝宝的妈妈。你台风天，你地震，发生大事，就是一定要跳起来去工作。那这个时候小孩又是一个问题。但是现在呢，在这里一般企业的话，它是让你就是说时间多了，钱也多了，然后就顾小孩会比较方便。工作时受影响家庭生活，间接带出职业妈妈陪伴囡仔成长的时刻。每当拄到囡仔破病，不需要临时请假，嘛得做好心理准备才敢开嘴。你让这个思考过程，就会觉得说，即使那个长官是再好的长官，这种要求一多，你也会不好意思，然后每次都会想很久，然后就想说我这样还可以在职场上面继续工作吗？你要小三吗？要。真的哦？那你要亲弟弟一下吗？亲好几个，哇！其实有一天我还是希望是可以回去新闻圈，但只是想归想啦，我不晓得我会不会因为小孩子，然后就甘愿把一切梦想就变成空谈这样。目前的话，还是我的小朋友最重要，因为他们只有一次的成长机会。这场妈妈无用甲公公说，专心全力的照顾囡仔，都亲像有超能力迄一般，一直到尾困进前的每一分每一秒，拢可能也咧无用。无想要受到工作甲家庭的苦诉，有妈妈是选择自由业，但是时间分配又还是一个难题。32岁单亲妈妈怡静，伊是连锁健身房的瑜伽老师。囡仔开销大，为了增加收入，伊陪车陪厝，准备经营餐酒馆。个性正向乐观，但是坚强的背后却是经历一段人生的低潮期。生完小孩子到坐月子嘛，其实你是都没有工作的，那我就是零收入。然后我预计是只有零收入3个月，但是我发现保姆的品质让我很就是我自己放不下来，我就又再零收入了半年，就是我都自己顾他，然后我就一直在就是挥霍我的存款这样。家己一个人打起地米的重担，已经3岁半后生盼在2岁前经常破病。伊的授课范围本来是涵盖北区，但是后生一破病，伊就爱请人代课，不断的请假，最后只会当陆续将手边的课放掉，收入嘛因此减少真多。发烧真的好久可以给你烧个3天3夜不停。所以本来今天只请人家代课1天，然后就会说明天也需要你代课，后天也需要你代课。到后来就想，干脆算了，这堂课就都放掉。那其实那个时候的收入也就不稳定啦，1万出头，甚至有时候才几千块。就是这样，又1岁的时候，就是开始变卖财产，变卖资产这样。经济压力、工作无力感，佮加上妈妈的责任感，这条妈妈转去身心疲劳，亲像战斗甘露迄一般，一直长势，却是减少属于家己会当休喘的时刻。致使最后身心灵完全失衡，伊同款有经过这个过程。虽然你会觉得说啊，值得，告诉你说一切是值得，可是你事实上你的潜意识就是觉得我在牺牲。最严重的时候就是眩晕症，会因为我决定要不婚生小孩而特别的想要假装坚强，然后开始我妈妈进入来帮我顾我儿子的时候，我就开始慢慢越来越好。
你说花，在这边。克服这件妇女被工作甲家庭夹杀的处境，已经重新行回轨道。因为后生语言学习班，伊担心家做时无法度照顾囡仔，最后只好请求雇主，可以带3岁后生到这地。我的副驾都是他的专属位置。就我妈妈也生病，然后她也感冒，不能够进去托儿所，那只能我嘛。可是我这边的课也没有办法请代课，就一边抱着她一边请他讲课，就只有那一次而已，就硬着头皮。后来又有一次，我发现她好像可以乖乖的在那边等，就决定就跟公司讲这样。双手抱着膝盖，稍微的放松，按摩一下你的腰背。妈妈伫教室内面教课，盼盼伫教室外面隔着玻璃。妈妈行到对，伊的眼神就对到对，有时手内还佫会摕7刀米仔，就开始学瑜伽的动作。1点钟的时间，安静等待，妈加做健身房内上特别的景象。比如说，有人家会说，那你要不要来我公司工作？你要不要来我这个教室教课？我不要，我就是要开自己的店。其实我不知道开什么店，但是我知道我要当自己的主人、老板。我要不要请假？我不要问人家，要有一定的程度的自由啦，才能够当职业妇女。不少职业妈妈家庭事业两头烧，压力如山大。根据人力银行调查，如果满分是100分，有将近60%的职业妈妈自评身心压力是超过60分，而其中更有2成的职业妈妈认为她们自己的压力是高达了80分，长期处在高压的状态下。而这些职业妈妈的压力从何而来呢？包括面临想换工作却找不到合适职缺，担心自己失去工作能力，教育补习费开销大，没有人可以接送小孩等等。在10大原因当中，有1半以上都是跟现实的家庭问题需要解决有关。根据人力银行网络抽样调查，有5成9的这场妈妈认为家己伫1天当中，无一天是真正休息日。若是以全台这场妈妈有273.1万人来推估，这纳值上头小的百万妈妈，就大约160万人，身心压力大，心酸无奈，只会当吞腹来。搁较莫讲，在面临这场上种种外在压力。你又要工作，然后又要就是兼顾小朋友，你其实就变成所有的时间都是被压缩的。同事也会觉得，那为什么我的事情我没有办法如期完成？那就都还要就是请同事去协助。很多的妇女会反映说，其实你把你的工作都做完，可是你比较没有办法配合这些加班或者是有请假的状况，其实也会被主管他在考绩上会打比较低的分数。那这是一个性别不平等的现象。需要分担厝内经济，真侪已婚妇女不得不外出工作，但是因为妈妈的角色，薪资比较共年做男性，所以爱面临工作无共薪水的问题。我们去年台湾的女性的平均时薪是283元，那相对于男性是332元，这中间的差距是14.6%。那这个一个概念就是说，女性要比男性多工作54天，我们的年薪才会跟男性一样。那为什么女性的薪资普遍比较低呢？一个就是说，传统来讲，我们会觉得，男性要负责养家，所以确实有些职场上还是会认为说，男性要给比较高的薪水。根据主计处2017年的调查结果显示，这几年女性劳动参与率都超过50%，等于有1半以上的女性都在职场上打拼。但其中未婚女性为63%，而有配偶或者同居的女性则为48%，相差将近15%，显现婚姻状态确实会冲击女性的劳动参与率。下面假如地数越长越降低，投入这条女性就要付出更加多心力。就算有育婴留停的制度，但是当面对公司人力行当期压力，真正请育婴留停的比例并无高。公司里面其实没有这样的先例，也没有说所谓请半年、1年，然后会帮你找个代理人之类的，所以也没有人敢这样提出来。所以请1个月已经算很勇敢。一般有规模的公司，它的这个代理人的制度是相对的比较健全的，而5人以下的这种微型公司，它每一个人就卡的
紧紧的，所以万一有一个人请了育婴假，确实会去发生工作超过负荷的这样的情况，彼此之间会有一些局语啦，或者是摩擦啦，或者是怨怼啦，这些种种负面的状况产生。妇女团体指出，若是企业肯做出更加多元的工作形态，和更加弹性的空间，政府是做出政策，和更加多保障，这是这场妇女疏解压力的方法。北欧国家哈，其实他们的带薪的这个育婴假是比我们更长的，比如说瑞典哈，它是可以到40周，那如果挪威的话，它有38周，所以这些部分其实可以。如果这个经济上可以有更多的保障的话，其实也会鼓励我们更多的职业妈妈是愿意留在职场的。在托育的部分哈，可以给家长更多的一个育儿的津贴，可以更久一点哈。那这样也会对其实亲子的关系，还有孩子的安全等等，都是更好的一个帮助。这场妈妈超能力，但是若持续消磨，热情甲精力总是用尽，依然需要透过家庭后援这场环境，政府政策等各项改善，才会当持续用满满的母爱维持事业甲家庭。其实职业妈妈真的很辛苦，就是好像陀螺一样，整天不停的转。觉得就是所有的职业妇女真的非常的很坚强，一定要跟自己讲说辛苦了，因为毕竟放弃了梦想，然后做这么多，就是为了要给小孩多一点时间，尽可能的努力下去。他现在长大了，我要再去外面接受外在的挑战，我不会觉得没有自信。妈妈辛苦了，我爱你。拄则咱看到职业妇女妈妈伫个工作甲家庭之间走撞，台湾的劳工时嘛拢伤长，严重食到家庭的生活，嘛去占着妈妈陪伴囡仔成长的时刻。想要改变职业妇女妈妈的困境，政府必须要提供更较多的资源，职业场所嘛必须要更加友善，才会当互这个妇女更较多鼓励甲支持。后一段节目，离职的妈妈想要搁转去上班，薪水甲职位甲进前敢会比例呢？广告转来，咱继续来探讨。